你是否曾被市场的剧烈波动吓得手足无措？当指数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坠落，当你的账户在一天之内蒸发掉一半，你是不是觉得世界末日來臨了？大多數人把這種崩盤時刻視為投資中最可怕嘅敵人。他們恐慌，他們拋售，他們發誓再也不碰股票。但如果我告訴你，這只是表象，這只是高燒來臨時的劇烈寒戰，你會作何感想？真正嘅危險，呢個真正致命嘅病毒，遠比你想象嘅更隱蔽、更致命。它從不在哀鴻遍野時出現，恰恰相反，它總是在你最得意忘形，在你以為自己是股神嘅時候轟然降臨。今天我不想談論呢些陳詞濫調，教你如何在崩盤時保持冷靜。不，我要帶你深入我的自虛世界，去介紹呢個隱藏在繁榮背後的真正陷阱。我們將一起學習如何在舉世惶彎時保持各隊嘅清醒，如何在危機到來之前就早已築好堅不可摧嘅堡壘。聽懂了這一點，你就超越了99%嘅投資者。想象一個嘅場景，屏幕上的數字像瀑布一樣傾瀉而下，每一秒鐘都有成千上萬的財富人間蒸發。電視裏的專家們臉色凝重地宣布着末日的到來。你周圍的每一個人，從經驗豐富的老手到初入市場的菜鳥，臉上都寫滿了同一種情緒，純粹的恐懼。電話被打爆，交易系統瀕臨癱瘓，人們像逃離沼河嘅豬一樣，不自強本地拋售他們手中的一切。他們腦子裏只有一個念頭：逃出去，在變成最後一個接盤俠之前逃出去。這種恐慌是深植於我們基因裏的生存本能，它讓你在面對危險時迅速反應。但在投資這個領域，這種本能往往是你最致命的敵人。如果我告訴你，這場看似毀天滅地的崩盤其實並不是最危險的事情，你會作何感想？在我看來，崩盤雖然痛苦，但它更像一場遲來的外科手術。它用最激烈的方式切除市場機體裏那些早已腐壞的、充滿膿包的腫瘤，那些建立在謊言之上的公司，那些毫無基本面支撐的狂熱炒作，那些被過度槓桿吹起來的巨大泡沫，都在這場清算中被一次性掃地出門。是的，這個過程會讓你流血，會讓你感到劇痛，但它也淨化了環境，它讓泥沙俱下的洪水退去，讓真正堅固的磐石顯露出來。對於那些手握現金、頭腦清醒的理性投資者來說，崩盤甚至是一場百年不遇的購物節。你可以用荒謬的低價買入那些偉大的被市場錯殺的公司。所以你必須理解這個核心觀點：崩盤本身不是病，它只是症狀，它是對過去吉特瘋狂行為嘅一切總清算。真正致命的危險並非發生在哀鴻遍野的熊市裏，而是隱藏在導致這場崩盤發生之前那段人人都在賺錢、歌舞升平的狂歡歲月裏。那麼真正的危險究竟藏在何處？它會在何時敲響你的喪鐘？讓我毫不留情地告訴你，它就潛伏在你最志得意滿、最感覺自己是世界之王的時候，它潛伏在市場的每一次狂歡之中，在那些歌舞升平、一片繁榮的日子裏。想象一下呢樣嘅場景，股票市場每天都在創造新的歷史高點，媒體上充斥着各種一夜暴富的財富神話。你嘅鄰居、你嘅理髮師，甚至係不懂任何財務報表嘅出租車司機，都在興高采烈嘅討論
他們又喺哪支股票上賺你多少錢。每個人都覺得自己是投資天才，你隨便買入一支股票，第二天它就上漲了。這種感覺是如此美妙，如此令人沉醉，以至於你開始相信自己擁有了點石成金的魔法。就在這時，那句投資界最昂貴也最致命嘅咒語開始在空氣中回蕩。這次不一樣啦，人們會告訴你，舊嘅估值模型已經過時，因為我們進入了一個全新嘅時代，一個科技驅動嘅勇術增長嘅黃金時代。這種論調是如此具有誘惑力，因為在呢個當下，所有嘅證據似乎都係支持它。這就是真正危險開始滋生的溫床。在這種盲目樂觀和集體亢奮的氛圍裏，一種比崩盤本身更具毀滅性的力量開始悄然運作，那就是你心智的逐步腐蝕。你的警惕性會像冰靴一樣喺鳥市嘅驕陽下融化。你不再去費力閱讀你啲枯燥嘅公司年報，因為價格嘅上漲似乎就係最好嘅基本面。你不再監守你嘅能力圈，因為你看到別人在你不懂嘅領域裏轉得盆滿缽滿。呢種害怕錯過嘅焦慮感吞噬你嘅理性，你甚至會開始主動擁抱更高的風險，使用槓桿投資於那些沒有盈利只有故事的資產。你把這稱為勇敢，而我稱之為愚蠢。這個過程並非突如其來，危險不是一場急症性嘅心臟病，它更像一種慢性病。它在你最舒適、最感覺身體健康嘅時候，悄無聲息咁牽涉咁個判斷力，破壞你嘅投資免疫系統。每一次未經審慎思考就獲得嘅輕鬆收益，都像一劑毒藥，睇在強化你嘅錯誤行為，讓你誤以為自己高明過人，而不是市場戰時慷慨。你在為未來呢場不可避免嘅災難親手埋下一顆又一顆嘅地雷。我見過無數次這樣嘅循環。在2000年嘅科技泡沫裏，我見過最理智嘅工程師開始相信一家燒錢嘅網站價值連城。在2007年嘅房地產狂熱中，我見過最保守嘅銀行家發放咗他們明知對方還不起嘅貸款。他們不是壞人，他們只係被繁榮嘅幻象暫時催眠啊！他們忘記了最基本嘅常識，稅務不會漲到天上去。任何脫離嘅基本價值嘅狂歡，最終都將以痛苦嘅清算收場。所以，當你聽到周圍一片歡呼，當你打開賬戶看到一片飄紅，當你開始覺得絕不可戰勝時，請立刻拉響你內心嘅警報，因為那不是機會在敲門，那是危險在微笑着向你招手。真正的風險投資不是在市場下跌時保持冷靜，而是在市場上漲時保持懷疑，因為災難的種子永遠是在最溫暖、最陽光燦爛的春天裏播下的。在市場持續上漲嘅樓市中，貪婪這頭沉睡的野獸會被徹底喚醒，它掙脫了理性嘅枷鎖，在每個人嘅血管裏橫衝直撞。人們忘記了對風險最基本嘅敬畏，他們嘅眼睛裏只剩下跳動嘅數字，係對快速致富嘅渴望。追逐熱門股票，投機自己完全不懂嘅概念，甚至不惜動用過度嘅槓桿，把自己嘅財務安全壓在一場勝負未知嘅賭局上，這些都成了常態。對公司基本面嘅分析被視作過時嘅老古董，被輕蔑嘅拋到腦後，取而代之的是什麼呢？是盲目的從眾心理和一種我稱之為
搏傻的遊戲。人們不再關心一家公司是否真嘅有價值，他們只關心明天會唔會有更傻嘅人願意出更高嘅價格從他們手裏買走這塊滾燙嘅石頭。整個市場變成了一個巨大嘅擊鼓傳花嘅遊戲，每個人都相信自己足夠聰明，能夠音樂停止前把話傳給下一個人。與此同時，另一種更隱秘嘅毒藥也開始悄悄蔓延，那就係自滿。當一個人隨便買肉都能賺錢時，他會不可避免嘅產生一種幻覺，他會認為自己嘅成功全憑個人超凡嘅能力，而不是因為他恰好站在了一部常常完成嘅自動扶梯上。這種智力上的傲慢比貪婪本身更加致命，因為它會讓你徹底放鬆警惕，主動去擁抱呢一啲你本應避之不及嘅巨大風險。你開始相信這次不一樣嘅鬼話，你開始嘲笑呢個保持謹慎嘅人是膽小鬼，是錯過了時代紅利嘅傻瓜。你忘記了，專自為歸是宇宙間最強大嘅法則之一，就像地心引力一樣不可違抗。我和沃倫有一個簡單嘅原則，這個原則在過去半個多世紀裏無數次把我們從災難嘅邊緣拉了翻嚟，那就是又在俾人貪婪時恐懼，在俾人恐懼時貪婪。這句話聽起來簡單，甚至有點陳詞濫調，但真正能做到的寥寥無幾。因為在人性層面，它要求你對抗最原始嘅兩種情緒。貪婪係從眾，當你哋鄰居、你哋同事甚至理髮師都在談論他們號某支股票賺了多少錢時，你哋內心好難不產生一絲悸動。當媒體上充斥嘅財富神話，人人都喺開香檳慶祝時，保持恐懼恐慌需要極大嘅心智力量，這正是識別並避開繁榮期陷阱嘅關鍵所在。當人人都在黃灣時，那不是你加入派對嘅時候，那下午刷卡就係你應該去檢查消防通道是否暢通嘅時刻。當市場的溫度高到讓所有人都感到舒適甚至亢奮時，那往往就是災難正在醞釀的溫床。記住，真正的投資高手不是在危機中尋找機會，而是在狂熱中識別風險，因為他們深刻嘅懂得，最猛烈嘅風暴總是在最平靜、最溫暖嘅海面上行程。在繁榮期這種溫水煮青蛙嘅環境裏，投資者會開始犯下各種你平時看都不會看一眼嘅愚蠢錯誤。這些錯誤像病毒一樣，在樓市嘅黃熱中悄悄複製，直到最後徹底摧毀你的免疫系統。第一個常見嘅錯誤就係跳出自己嘅能力圈。你明明係我開餐廳嘅，對生物製藥一竅不通，但係看到鄰居好一支你連名字都念不順嘅基因股，轉有一大筆錢，你就坐不住啦。你忘記了自己所有的商業常識，把辛苦賺來的積蓄投了進去。你這不叫投資，這叫賭博，只是賭場換到了交易所而已。第二個錯誤是放棄盡職調查。當市場好的時候，連垃圾都能飛上天，人們就會產生一種錯覺，認為基本面分析是多餘的，是過時的。為什麼要花這個星期去讀枯燥的財務報表呢？這要聽聽電視上嘅專家推薦，或者看看社交媒體上哪個代碼被提及最多就行了。這種懶惰在短期內可能讓你嘗到甜頭，但它本質上是把你的財務安全外包給了根本不關心你死活的陌生人。然後就是聽信所謂的內幕消息，
總會有人神神秘秘嘅告訴你，他有個喺某某大公司上班嘅親戚，知道一個即將公布嘅重大利好。在樓市中，這種故事特別有市場，因為它滿足了人們想走夾靜嘅貪狼。但你必須明白呢個基本道理，真正嘅內幕消息是違法嘅。呢些傳到你耳底，99.9%都只是為了讓你去夾盤嘅誘餌。係有一種更高級的愚蠢，就係被呢啲新穎但係未經證實嘅商業模式所迷惑。一公司講咗宏大嘅故事，用咗時髦嘅詞彙，比如顛覆性平台、生態化反，他們可能連一分錢嘅利潤都係冇賺到，但估值已經高得離譜。人們因為害怕錯過下一個亞馬遜而蜂擁而至。這些錯誤在市場順風順水的時候，非但不會暴露，反而可能因為股價的上漲讓你覺得自己是個天才。你用錯誤嘅方法賺到了錢，這筆虧錢係有危險，因為它會強化你嘅錯誤認知，讓你在錯誤嘅道路上越走越遠。下一次下更大嘅賭注，可一旦音樂停止，潮水退去，這些你曾經忽視嘅微小裂縫就會瞬間崩塌。你投嘅你個看不懂嘅生物公司，因為臨床試驗失敗而股價歸零。你每做緊急調查的公司爆出了巨大嘅財務醜聞，呢個所謂嘅利務消息，讓你埋在了山頂上。呢個宏大的商業故事被證明只是一個無法實現的 PPT。這些隱患就像一排多米諾骨牌，一個倒下，其他的就跟着連鎖反應，迅速將你拖入換甲不復的深淵。所以我總是反覆強調，與其追求如何變得更聰明，不如將全部精力都用在如何持續嘅避免愚蠢上。投資這場遊戲，比的不是誰能捉住最多嘅機會，而是誰能犯更少嘅致命錯誤。許多人嘅破產之旅，都不是始於某個驚天動地嘅災難，而是始於呢啲在樓市嘅歡呼聲中，被所有人，包括他們自己，都輕視了嘅遺口失誤。那麼，我們如何才能識別並避免蒙格所說的真正危險？我的智慧提供了一條清晰的路徑，它就像一副解藥，能治癒貪婪與恐懼這兩種投資瘟疫。第一，是極度的耐心和鐵一般的紀律。市場短期嘅狂歡和哀嚎，對你而言都應是噪音。你不能為短期的波動所動，你的目光必須穿透喧囂，看到10年後的價值。在別人貪婪時，你的任務是保持冷靜，甚至感到一絲恐懼。第二，永遠在自己嘅能力圈內投資，只投資你真正理解的公司，那些你能像對自己孩子一樣了解其業務模式的公司。不要被那些你看不懂卻漲勢驚人的新故事所迷惑，那通常是通往破產的捷徑。承認自己的唔知是智慧嘅開端。第三，持續學習，但保持獨立思考，把你的大腦變成一台吸收各種知識的機器，拓寬你的心智模型。但這不意味着盲目從眾，恰恰相反，學習是為了讓你擁有對抗集體狂熱的武器。當所有人都認為這次不一樣時，你的知識會提醒你歷史的教訓。最後，要深刻理解人性的弱點，並學會對抗他們。你必須為你的投資組合建立堅固的防禦工事，堅守安全邊際原則，用5毛錢去買1塊錢的東西，尋找那些擁有強大護城河的企業，他們能在最糟糕的風暴中幸存下來。
这些原则就像一座坚固的灯塔，它无法平息风浪，但能在狂野与恐慌的海域中指引你安全航行。回顾我们今天所探討的一切，你就會發現查理蒙格的洞察是多麼的深刻。真正的投資遺憾從來就不是市場崩盤那一刻嘅驚心動魄，它不是屏幕上紅色嘅瀑布，也不是媒體宣揚嘅末日恐慌。真正的危險是導致崩盤發生前，投資者在牛市的狂灣中所犯下的呢些致命錯誤，是那無法抑制嘅貪婪，是那毫無根據嘅自信，是那對基本風險嘅徹底漠視。市場嘅漲跌與潮起本就係自然規律，我們無法掌控，但我們唯一能掌控嘅，亦最關鍵嘅，是我們應對這潮汐嘅心態同埋行為。只有通過深入理解人性嘅弱點，看穿貪婪與恐懼這對孿生人和，培養起穿越周期嘅長期理性思考，並用光體邊嘅紀律約束自己，我們係可能喺任何市場環境下獲得真正的安全感和可持續的成功。請記住，最好的防禦永遠不是在敵人兵臨城下時才拿起武器，而是在敵人尚未出現，在和平的陽光下就已築起堅不可摧的壁壘。願蒙格嘅智慧能成為你在這場駕馭人性嘅投資長征中呢顆永恆閃耀嘅比甲星，指引你穿越迷霧，安然行前行。